未 start 過，啊未起步機㗎啦落㗎啦係。哎呀，死！一個是錄嘅特別，唔緊，我會記掉就對啦。OK，OK，咱實啦，佢告訴。個，哎呀，別記佢係個。哎呀，咪echo 就得啦。各位聽眾，各位聽眾，歡迎能夠在到對嚟收聽你好嘅節目。這禮拜我諗要講鬼嘅故事。我平常時無真正是無講鬼嘅故事嘅，特別。我一個朋友呢，就搞拄到鬼嘅呢，伊講哎呀，我拄到鬼喎，所以我無講，我驚我袂記喎，所以反正起來講鬼嘅故事去，所以這個朋友呢，就是咱嘅毛毛菇，歡迎毛毛菇。講咗齊，搞到係鬼。你甲鬼拜年啊！甲鬼拜年。歡迎毛毛菇。安怎乜鬼聲無去啊？有，聲。了，攏聽到鬼聲哈，是不夠大聲啊？無，還沒聽到。我成個安怎就不夠大聲呢？呢，了當然，等下佢介紹我嘅現條嘅聽眾，到啲 video 嘅話，我看到水白青都係邊個？節衫，了個有困起啊，是困起啊嗬，I think 是困起啊，是頭先聽嘅，卡個叮當個，好電話筒啊，了個有人嘅引導吧，少年嘅即絕晒啦，了個有冇大風風吹起啊，所以冇啲，特別我哋都會嚟啊。我哋都吹嚟啊！感謝我哋都，我哋都哦，頭人咁拎啊，冇絕對好，特別 OK 導演關係啊 ，OK 啊喎，先講啦，特別都會講話。我諗咪聽聲嘅，聽聲嘅。哦 ，OK， 你咪看我笑誒。看 screen 就叻嘅。對，你是叻就是 because 伊 signal 來過我這邊，我整個拍到對後浪，所以是叻。了OK，個有若是講人當今下大行即博大行對嚟啊，你看那笑，你看我講我拍五地個，你看五地就水嘅，當然你看五地笑應該看攏介歡喜呢。了當然咱要去甲毛毛菇講幾個數嘛，毛毛菇來講，你看你聽下咩？你拄下咩鬼啦？係咪？當然未講過啦，做咩事？因12點你放炮，等下對面冇只放了呢，等講一半。學人講聲好，學我嘅集盤證，集盤證。OK，冇啦，媽有可能勁知學集盤證嘅。係咩嘅？集盤證放未了。我正頭證嘅是。校地將物辦到全。我頭證嘅是較左淡薄。特別 OK 啊，我都未，伊較左淡薄。我都未聽到真大聲。未放過，打放一條去了未 stop 過啊。OK， 咱唔向別人講先，別人咧，咱有安尼古無古對講鬼故事啊嘛，有係咪見鬼嘅故事咁講哦，朋友。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使看你啦，我真係講一句話大家講聲呢，等陣我隔離講我係自家設計嘅保真係保公調嘅，好咧 ，OK，all right，so 等等看，正攞笑看，那無鬼故事咱講人咗少女。Mid-life crisis 嗰個。哈，繼續問題，繼續。冇大行。冇大行哈，嚟。我真係 curious 就是你感覺到。就是我 experience 就是我到馬來西亞時啊，你聽到鬼故事，特別 once 我
出國有過後啊，嚇真係是我國冇咪貴哦，嚇是咯是咯，有啲啊，特別你到台灣嘅時咧，冇本到因為我到 city 我到台北嘛，嚇台北冇貴啦，我覺真係 city 人冇貴哦，冇講貴咧啫，冇伊人本冇安尼款嘅 concept 嘅，係㗎。哦， So 梗 boring 嘅，冇呢 concept，我 first year 時啊，我古早到邊嗰時，我你知啊，你嗰老師背啊，你講頭嘅物件嘛，是唔是？因為我真係 excited 啦，有時我會記我 first year 時，我咪教我嘅朋友 share 咯，我講你人有 experience 過，係咪啊去當啊講頭啊，係咪問題去玫瑰啊玫紅光嘅款無，特別伊人無嗰款 experience 到 city 嘅，所以變個伊人本無安尼款嘅貴嘅 experience 咯。哦，有陣時你就叫我嚟頂，你就會叫特別往時未必較少人一輩啊，本無人去興趣聽咧，鬼告訴我感覺就拍生咯，人哋鬼告訴佢其實是只北落嚟教者啊，對那時候，變人啦，變人十傾教傾啊，伊無相信鬼本好啊，伊本是個聽鬼告訴人佢哋，你小我紅磡不多有喎。我好像拍到幾接線啊，幾接線，又幾接線，又幾接線啊！有時又落幾是嚇，條本特別特別人講話係咪國家是龍城是捌講過，但啲韓國本是成個冇咩人講幾個數呢？是唔是呢？因冇by default冇上就貴嘅啦。嚇，就是咯。我講尤其是大 city 嘅，大 city 就冇係咪貴嗰種。city 冇貴是因為 city 貴嘅時候。人無應。特別冇啊！你看你真仔你去幫你學毛菇去，但係 city 咪就貴。係咪？有啲係嘛？city 因為台北車站是真濟價。台北車站哦。你講係你 homeless 啊？台北車站只係 homeless 啊？台北車站嘅 basement 真濟嘛？台北車站 basement 真濟我講。你是我在台北車站係你 basement 只係印尼人啊？印尼貴？運動，特別朋友運動，呢度俾人看到。然後等我看過就冇幾個數啊，嗰陣時叫毛菇呢啦。毛菇嘅路大，係咪台北車站有拄過？冇啦，我去陽明山嘅時有拄到啦，但是到台北車站嘅時 ，M 都冇通去。唔知啊，成個有巡邏兵到一定嘅，你看你感覺，冇咩假。係咪巡邏兵係咩？兵咯。係白兔嘅冇打啦，係啦。哦。OK，應該是冇幫跑啦。我嚟講啊，嚟，大家叫我猜一下。等，你聲就大聲，你咪識琴日識識揼。OK，你看呢？嚟講句。Hello， testing。我淡薄，你是超一大聲細聲，還是你係做會？冇啦，係有會啦。哦 ，Hello。較見到冇？你看 ，Hello。你個大聲淡薄。我講下細聲啦，知吧啦。OK，來。OK，聽到 OK 啊。特別見到我先正要講幾個數咧，後尾就要幫炮嘅，咁未來。喲，成日都看，冇，大擺人講故事咧，人拄着鬼咧。是講學鬼敵啦，人是講咱家己學鬼敵嘅感覺啊，對唔對？是人特別一擺呢是人看到我學鬼敵。Yeah， 人看到一隻鬼敵到路。almost 安尼款嘅感覺。OK，伊 ending 嘅是有淡薄你望笑聲啦嚇，ending 嘅是有淡薄較funny淡薄啦。OK，我定住我 send 個 message 是喺一個禮拜 ，OK，weekend 然後我冇去嗰條橋，邊嘅路我冇去發啦，就是特別我就係講佢哋有 banana leaf。是你會有幫跑咩？哇，會啦，我就咁你講咯，大家 shock 啦，喲。
講鬼嘅故事幫炮嘅喎。咁未笨燈咧 ，OK，แล้ว迄條是吉林啦，即是講食banana leaf 嘅，食出名嘅迄條雞。特別靚啊！應該是到冠冕頂頭頂喎。啊，即係我就係講大陸啊，我係你滴交去啊並。somewhere there 啦，แล้ว嗰陣時我差唔多8點幾咯，我冇坐朋友中國人嗌嘛，แล้ว冇ไป去食咯，上海人ไป去食，แล้ว冇回北京，บอก咗大埔深貴嘅嘛，แล้ว嗰條街度真係滿咗車人，嗰時 dinner time，แล้ว我諗冇北家真係會，我上個是媽媽打了去邊位。啊，แล้ว我那麼行 almost 行大概200 meter，OK， 行去嘅時，到到目睭度搭個條喺 restaurant 先咯，我冇去插咯，แล้ว我食，哇，真好食啊 ！OK， 講埋講食啊，咱行對啊，食對啊，差唔多9:32、9點半嚟看，แล้ว行過，行好一間，แล้ว都好着，咱變成真係公司，像酷公司。個百里聲單呢係咪姓姓嘛？對唔對？แล้ว我過頭時咧就姓林公司，แล้ว每冚，แล้ว我講哎呦咁樣我踩到林嘅做先咯，香港嚟咯，แล้วICI 就講閉嘴，咪是想講話，แล้ว我冇驚咯，尋我平時驚咯，冇順助做多 guts。杜介所嚟講即是生年嘅公司咯，係咪冇咩啊？一行幾廿間，我都另外一間哦，這間是我唔捌拄過啊，姓梅嘅，梅嘅公司，梅啊，梅花梅對，แล้ว我都冇，我就講冇鬧啊。是老人講話啦，是所講話。我直頭講佢嘅明星嘅名啦。哦，梅艷芳。嚇！你我就知，我個自然而然將冰身劈開，就大聲咗。然後 Alex 冇啲講閉嘴啦，不要亂講話，然後冷咗。然後我上個去過見到佢講，我譬如講，哎呀，你要敲門嘛，進去拜一拜。我冇假事講話，แล้ว過咗冇事咯，過咗 OK， 咪關你。แล้ว到我行嘅時差唔多到我嘅車嘅時候，我 friend call 嚟，唔我哋到咯。แล้ว我講我差唔多接備。你講碌過嚟我嘅白蚊會謝，แล้ว我走過去到是 S 頭，即係我切掉落去邊嘅。แล้ว我過去就巴啦嘛，巴多油。巴多巴，แล้วยังหมดจะบอก講話ตาปอมาเจดีไปอีเห็นฝน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คุณเอาโซฟาไอ้ก้อนโลเดี๋ยวว่าแล้วหมอที่ต่างสิที่กุยเหลาจับกุยเหลาอีชูจับซาแล้วจับสีเหลากันแล้วคุณนะ即係你朋友嘅厝還是你我朋友嘅厝แล้ว哇這是回去啊先回去一下แล้ว一個燈模式係一種我看向條包跟你 ，OK， 我看向條包跟你，佢有沙發頭頂，แล้ว係你一個燈是紗布嘅個燈嚟咗，แล้วก็好開條嘅，แล้วมันคุณนี่เราเนี่ย是拎下隻巴คุณ多大คุณ咯，คุณแล้ว OK， 我到斷片去啊，แล้ว接落嚟是 Alex 樣教我講咧，所以是困去啊，你自己都唔知。我困去啊，特別我 conscious。呢邊我困嘅時，我自家人笑咩？我自家人笑咩？然後 Alex 講，看到我開掉目睭呀。你一叫我冇猜嘢喎。一叫掉冇猜嘢，我開掉目睭大你成間啲如連冷掉，肯定吹嘅嘛啲咩然後手卡。地平動嘅就，要喺度，你一樣度反而咯，學我係做咩物件咯。แล้ว我喺我 dream 裏邊，我看到是有一個查某徛喺外口包個呢位啫喎。แล้ว伊個頭毛是 Egyptian 嘅頭毛嚟嘅喎。Egyptian 頭毛怎做誒？頭前嘅。
頭前是白白，一啲啲路，你後尾是白白，接身。我話裝，特別是較長型嘅，佢就裝長介阿毛管嘅 shoulder 位嘅。然後呢邊伊身材嗰是真係慣嘅啦，慣嘅一記彎像愛入來啦。然後我都記得對我咩唔知咩物件唔知啦，特別我講話我咩俾你咯 at all。But in the end of the day，我做咩啦？我配我啦。配我，我配未出來，我叫尾後我極到配一擺出來時，有兩位攞配出來丟我吹啊！From 我真嘅人位咯 ，Alex 伊人都看到講，安怎時嘛冇配我，佢哋時點開啲把就配我，然我就請起來啦，然我講我咁寫起來啦，我講頭先有人。有頭毛嘅，特別無片嘅，目睭黑黑嘅，啷掛掉。哦，人講無啊，掛掉我點會去哪了咯？想到對咧，我係迄個查某嘅朋友就講，安怎款咧，講那個過迄個地方，安尼大妹嘅位。人講，是唔是你夾走條人咧？你隨前講條人咧，是白嚟人成日做嘢 pattern 走出來咧，對錄起來咧，是唔是呢？然後我講唔知啊，咁啦，對呀，咪講啦。然後落去車時就是去到北嘅時，感覺到嗰陣時就一點貴啊，感覺到講冇咩對比 ，environment 成是零嘅嚟講咧。嗰時對伊啊，就是我拄到一擺安尼款嘅感覺 feeling， 就是講唔是學幾地着家己講出來，是人看到我學幾地，把就開到大類，唔是困是青條嘅。特別冇佢哋鬼是講看到你條蛋咧。冇，伊無地我而且你唔是地我，伊上加伊啲外口一支碗，我看唔到伊嘅目睭嘅咯，我看唔到伊目睭嘅。伊目睭迄一笪是烏烏嘅。然後這特別是查某嘅confirm 是查某嚟。所以唔知咧，是唔是？然後，係咯。喲，哇！你咁爽哦，拄到你搭妹。唔是伊啦，我感覺到唔是伊啦。我想講是伊排你妖女嘅你啊，嚟。OK，แล้ว第接咧第二咧，有人有人愛講，無人愛講，我就接唔去講。等陣每個別人愛講阿三lak沙都點啊？阿三lak沙你開麥講哦。有，我有啲了解，我再講是 ，I think 是阿莫包冚我嘅 camera， 伊for security， 伊是安款嘅人。特別迄個是你都會，你 Google Meet 是你都會。就是咯，我唔知，特別我等你請嗰時，我過來叫伊搞掂。OK。感謝。OK。แล้ว特別你聽到你聲 ，OK，所以愛出聲講話，唔使嘅。OK。Then 就是人會。嘅講個想到講未講幾個數幾大係咪物件？冇 ，OK 嚟你講過，你講。嗱，這個冇關係到電視機咱做 recording 嘅。但是如果我係哪人嘅事啊？對，我甲你做 recording， 但這個人咧，我不 surprise， 伊是聽別人福建嘅人嚟嘅。OK， 然後。我不唔知安怎，可能伊 through 這是講我嘅節目去找到我嘅 contact。OK。然後伊今年65歲。then 伊打電話來，我唔知是住我想是 client 啦。OK。然後伊打電話來，伊甲我講 sorry 頭一句，伊講伊聽到這個故事。然後我問講你是住嘴 ？OK。然後伊就講起你講嘅故事咯，伊講伊就話香港你講起嘅故事，伊聽到別人福建你甲阿張講嘅話，伊講伊唔是 listener， 伊唔是伊是 listener 呢，伊唔是嚟
無 never join。OK，伊是甲咱家來聽爾。แล้วอีปุ่น retire แล้วอีปุ่นบ่做แล้ว now he still single okay then 搭波還是什麼搭波 okay 伊就講伊聽過แล้ว我問講你是咧伊 describe 伊講我是迄個囡仔แล้ว伊爸我老爸哈 oh my god แล้ว喂，真嘅，你寫你囡仔是得一個囡仔，你告訴人面講地囡仔，我囡仔咯，been so many years，是唔是你攞呢嘅人啊？嚇 ！Oh my god！Oh my god！即係比鬼告訴佢驚個，我冇鬼唱，所以我本嚟我唔曉講，我伊 describe 我老爸物件出來嘅時候，所以你 confirm 掉，你要講你老爸嘅伊 confirm 對，伊講我大落誒，แล้ว伊講我伊幫我跌落誒，哦，而家伊知㗎啦，跌落淡晚嚇，伊幫我跌落咧，我家己行對厝，伊個會記個。Oh my god！所以咧，我講你 intention 可能成日數。對吹到你誒，對吹到你電話。但係但我甲你講咯 ，maybe 伊 search from 我 Facebook 嗰時到咯，因為伊知我名，冇。哦。所以我有幫 contact 到去邊位了。哦，client 會 contact 我嘛。哦。所以伊 call 我時我本上是住來從伊是個你講是邊個嘅條件聽講？啊，聽講，你講伊聽到我嘅故事。啊。你伊上去。啊。你伊冇 confirm 講我是佢間囡仔，我老爸是住。哦。喲。然後伊頭一句甲我講 sorry。哦。你我講嚇，我又冇叫啦，我都你攞啦。你都唔制㗎啦，你講 sorry 你都唔制。嚇，我唔制，OK。未曉啦，我伊講出來，我未曉解。你唔知怎 react 咯？嚇，我未曉唔知怎 react 咯，講數，我對我心裏想，數你大家來陪我100萬啊？未必有食這類嘅。特別到邊一個？冇，伊到 JB。我到 JB。啊，伊到 JB。哇，但係真世界真細嗬。應該是講。邊個學更加 popular？ 這是你個positive 嘅方面嚟笑。冇，講下咧，我成日是冇感覺，對講是有一件事啦，過去就過去，我是肯感覺啦，to me。But if you 就講，一隻 guilty 嚇，一隻 guilty，and 你看。แล้วอีปุ่น 伊是唔是甲你爸差唔多病去，還是較老嗰啲，較少年嗰啲爸？冇後生。แล้ว伊就未講，是唔是伊嘅 fault？ 哦，是唔是伊嘅 fault？then 我 become 人嚟看。哦。แล้ว我第一邊講起啦，我比較特別啦。แล้ว講啦，冇講白行。OK，咱同佢講幾個故事，即係咪嘅咱把自己補充。OK，咱講幾個故事先。哇！即係成個幾個故事，你看唔到我聽住是。喂，而家上未教你女仔哦，上未教，我上未教。哦，老伯啦，一個老伯。等陣我教人講食，若是講冇聽到即啊毛毛菇，若是我唔知毛毛菇講。不然，當我講就物件，你聽有你嘛蒙查查講嚇，你特別到啲去聽我甲毛毛菇 interview，有喏 episode，然後聽頭隻 episode 就是講伊講到是到啲迄個到啲羅里下邊嘅時候啦，你大人冇 less 伊告訴我去聽。OK，然後講到啲鬼嘅，伊是甲我 share， 我叫你講怪。I think 對電話對佢攞到。哦，所以個 continue 講啊，兩個講幾個數啊，兩講佢就係佢就講幾個數嚇，真好笑。因為我講你教你老爸借華羅里過這邊有拄到無嚇？แล้ว我冇睇，it's quite a good topic 啦，所以我 recall 到對。แล้ว我講有一班我是啲大隻個年，
from 唔知 from where to where 是啊，這是講愛國那特色嘅嘢。แล้ว我有拄到一個因為我有一個 toys 到一個羅里那邊位，就是一粒鐵枝。鐵枝是 iron ball， 就是講只大粒嘅鐵枝啦，伊是像個 baseball 嘅大粒 ，baseball 大。所以我就問你鐵頭啦。哇，個厲害！你講 baseball 嚇。我是想問到本來人是講 baseball 嘅，做 reference baseball。按係 size 啦，等我想到 baseball 是就多 ，baseball 是上個罐頭波，一個罐頭波 ，tennis ball 較大嘅 tennis ball 個。tennis ball 啦 ，something like。較大嘅 tennis ball。嚇，你一架樓起就佢，你在古早攞你是冇。呢是 solid 嘅，是乜只凳？solid 嘅只凳嘅，只凳嘅。So is one of my toys 啦，就係我自己啲車裏面啲圖，練嚟練去嘅，你看啦，真係你唔知我老闆在度滑咧，一個呢隻，一風飛出去都係哦，出去國考啊！啊，出國考佢攞呢是冇門嘅嘛，古仔係種古裝古型嘅，唔是 Optimus Prime 啊，唔是 Transformer 好似種嘅嚇，冇啲裝機啊，是用硬頭嘅。แล้วอีเสียทั่วที่เหรียญฮันชิ้นเดียวเนี่ยฮะแล้วปล่อยจุกี้อ่ะแล้วว่าตัวกาเราไป講สอบไว้มีกาเราเลี้ยงไว้อ่ะต้อยกาเราเลี้ยงไว้ต้อยกาเรา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ไปเนี่ย stop แล้วโลคีโอเคโลคี嘅事ว่า就唔係โลคีแล้วเราไปโลคี除咯除住張鼓咗แล้ว好像ว่าเราไปขี่下車伊面青青伊度咪做聲啦，伊講伊度立落呢啊，衝，แล้วquite some I think more than 10 minutes 我就被報告講話冇掉名咗，แล้ว我都奇怪，但係啲聲伊我會記，我 record 到對啊聲伊哋咪啲邊穿到佢咧，你流皮坑佢哦，喲，嚇伊流皮坑佢啊，แล้ว我都霉到把ลูกปัดโต๊ะฮะลูกค็อกเทล是唔是แต่อีมาใช่ว่าแล้วจีบายแค่เดียวแล้วโมเอเดลอรี่เอาไว้สิเจเลยแค่บินไหนมาแล้วว่าแบบคำว่าจะก็ I'm so upset ว่าต้อยพังกี่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ไปไม่ใช่ว่าแล้วโมแบบที่เอาไว้แค่บินอ่ะมันคุณเนาะแล้วอีแคบินสิอูเฮเล sliding door เลยจ้ะอู sliding door เลยแล้ว我คำแค่แล้วตีหลังมีตูหลานเนี่ยแล้วเท่าคุยเฉยอันเจ้าเราไปเป็นไงกำลังก้องวายวะ哦，誒特別你入面安哥冇啲啊？冇，呢是我舊歪老病呢，呢是舊歪老病呢。然後嗰陣時是貴得那，但是嘅嘢。迄個海味真貴嘅，只係迄個雲端啲人背嚟背。雲端係咩？雲端 cloud。哦，水蒸氣咋嚇？伊成個 fog 啊 ，mist 啊。啊，成 fog 啊，背嚟背去啊，成鬼背嚟背去嘅，真貴嘅。嚇，แล้ว就 tension 啊，起病嘅事，แล้ว我看到我老爸，啊，做家己病講啦，可以戳我。出街你臭我聽古仔個冇嘢好聽嘅，你臭我你一講阿強出嚟，叫我出嚟啦，我冇出嚟咯。伊講他媽在做啲咩啊？他媽做啲模型啊！嚇！我講模型是安怎看嘅？伊講模型是白嘅咯，無像人無像面嘅咯。伊邊會轉去安尼咯，嚇！你叫做模型啊？伊是人工嘅，唔是啦，線啊！嚇！伊講叫模型哦，伊講，即是你是無甲一個你安哥講話，佢你是無背記起來，好似背記啊，多哩背記了誒，嚇！你講講模型，咱就講模型，咱特別講模型啊，你模型咪小人咯，一個咧是有模型這類物件喎，伊講好像安怎啊？伊係咪變本誒？係咪變？你未必成日見咧，那個食咧變臉咧，食咧海底撈會變啦，笑。
唔知我冇讀過喎，我看無，我再講我老爸啲初一呢，啲小妹嚇，แล้ว這 uncle 呢？這 uncle actually 那是這 uncle 有聽 hello 我 share 呢個 story 啦嚇，這 uncle OK 有聽有聽啦，伊呢一直講伊拄着誒本是啥物到馬拉加海邊，然後伊是拄新加坡，等伊拄着誒是安怎呢？伊是弄嘅物件。伊弄落一隻，是伊換條路呢時啊，就是西路啦，嗰陣時是西路，唔是highway嘅話是西路，所以伊弄到一隻羊，伊看到隻羊了誒，啲頭前位咧，伊喊伊喇叭，伊咧係比咪啊喂，砰，弄掉。伊講看緊啦，伊講還那區伊家己本驚，對，然後伊冇索邊咯，看到底有壓到無壓到。伊剛剛落去看，無物件喎。特別一看到阿妹落嚟是一個酋長嘅身軀，即是講人酋長啊，人割，然後一個 block，安尼款呢，酋長啲阿妹有。伊到啲頭殼位啦。啲頭殼阿妹落嚟阿妹會練過，即係壓過伊了嘅。特別伊是壓到是看到一張嘅伊換嘅長嘅是伊長嘅身軀，係長嘅身軀。OK，嚇，然後伊就講，怪，伊講應該是伊家己拍啦，伊講應該是嗰隻拄着嘅人佢這條highway，這條金門路是真係刺激嘅。然後伊就唔要緊，我咪插伊就 further up 行，伊行到拄好起山。唔是講山啦，像一個 slope 安尼款懸，然後斜坡咧，伊迄邊啊呢，拄好有一個環奶嘅網。環奶嘅網，了伊起個頭頂都在落嚟，就是怪 heavy， 但是伊載回，講伊載回掉。咧伊起到一半是伊搞迄個網嘅是伊個 truck 好像未驚伊死過去。了，迄陣時就幾點啦？差唔多11點幾12點嚟啦。伊本無方面很叫，所以伊幾隻落嚟都是 stop 掉定位嚇。伊 start，佢都袂使開始擺開始，battery flat 嘅嘛。了，伊本無感覺講迄個是古堡嚟咗，是一個幫到迄邊。了，伊就介意拍啦。你講古堡嘅時候，我其實講你是講潮州話咩？古堡成有咩物件？古堡嘛，買嚟看啦，alhamdulillah，古堡。咧一落嚟咧，伊 co-driver 就講，看緊啊，錄 video 物件哦。伊講無 video 哦，video 係啲花嘅微聲。冇咁樣然後伊就多出落幾下照。看 connection 有 problem 無，然後伊就招伊阿妹，伊講伊個隻真係靈，咧伊等過去招到曬招過去嘅時，伊講成個有物件走來走去，他比看袂到真正嘅物件，然後伊個 battery 迄個物件，佢了水又無事哦，好哦，佢了，你講 OK 唔要緊，去車度對，咱咪講係咩物件先。也相機來燒，然後突然伊會喊，嘣，這大聲，然後伊就迄邊講，反正話咯，伊講，我來這邊是貴呢，但係我弄到，我唔知是係咩物件，我有講，歹勢講係咩物件，講 sorry 啊，然後講，結了，喲，伊 co-driver 紅險，入幾？對，入龜喎，啲餅自上獎喎，嚇！咧伊講安怎好，伊走路線。伊就幫伊車頭邊啊！嚇！咧伊去叫 police 嚟，嚇！伊 call 999嚇。嗰陣時伊上架時嗰時用 uniform 嚟個 uniform 格嚟數。uniform 格係咩啊？電話亭啊！你 phone booth
分布對分布嚇，แล้ว拍電話咧叫交嚟咯，แล้วมาตา嚟時，迄人是無佇了，無佇。係咪一般咧頭無去？嚇無去，但邊呢邊樣找到伊呢？找到伊嘅時呢，是到路里嘅大一下看，即是講伊白里下看。哎呦，就落去咧車。落去車卡位對咯，就是你現在有條傷什麼？無數，伊無數，伊聽起來就是講，伊困在下卡位，伊就是等，maybe 是愛好 driver 家己弄硬過伊話，嗰時係咩嘢？即是伊講嘅故事，我聽到了，真濟啦，伊有咧，伊弄到，較濟是弄到烏龜啦，แล้ว就是迄個 trip， 規個 trip，entire trip 就是無順利了嘅，車歹，物件互人偷嘢，第一幫質，愛喊你輸了嘅，係咪嘅？冇咯。等陣，แล้วอีก好似個老師，你可以告訴我，我即個一個冇大行未講啦，係個冇大行講嘅，但冇大行佢主就係未講咩嘢冇大行。就是actually 就是我就是我細漢嘅時，我就是我一個有 superstitious 嘅 family 啊。你嘅 family 啊？我 family 規個個就是真 superstitious，就是去蝦米書本去吹去當啊，硬講啊。佢冇人講呢。對，但我媽吼，伊嘅身軀是真輕嘅，I mean like according to 迎接那三個咩真 I mean 伊個stage 啦，當今較好了。啊，比 during 個 stage 時，我感覺到當今我看到對時，我想到對時，我感覺哇，quite creative fun 啊，感覺到。講話。OK，actually 真書啦。Then one of the 我較會記的就是古早我媽因為伊暑假叫人來厝甲伊做迄個推骨嘛，是毋是 ？Then 有一道的時候來到一個安迪嘅，知無？迄個安迪吼頭一道來的時嘛是推骨安尼款咯。然第二道來推骨吼，伊就 start 水苗，甲我媽水苗就講你翁啊是燒蝦米安尼款，是毋是安尼款？Then 應該下一陣時我個有啲嘛。Then 我本時真 curious 嘛，所以我咪白去水苗安尼款啊like for entertainment purpose 啦。But 第三道、第四道嘅時候，我看到即個安迪啊，伊會曉起動嘅哦。所以伊就是慢慢啊，第三道、第四道嘅時慢慢，伊就教我嘛講，即個我是會曉起動嘅，講蝦米伊就 start 講愈來愈 mysterious 嘅物件啦，講你手有蝦米紅光啊，有誒無誒款物件。你唔知第四道、第五道嘅時，伊來我嚟厝推骨教我嘛推骨。推到一半嘅時啊，伊使得你起動啊。起動，咱伊起嘅紅光是啥物？伊起嘅紅光是咖喱阿媽，唔知。咖喱阿媽，咖喱紅光。咖喱紅光，所以咖喱阿媽你就伊。咖喱，我知咖喱就香嘅嘛，嗰邊。對，所以伊你就伊 statue 就是伊嘅節，應該土嘅，嚇。伊有白長手嘅款嘅嘛，是唔是？所以是加惡嘅紅光嘅。then 即個伊就是起哦，你起過後，你在伊入伊嘅身軀嘅時啊，伊就出下嚟成個咖喱阿媽出下嚟成個老虎叫嘅聲你看。哦，就成個 row 你看，就是對，你看對，所以伊 then 伊 stretch 伊手啊，所以 then 成個你看伊嘅起動嘅時，你感覺到伊成個有八長手嘅款，你知無？我問你，但係伊成個伊起，你講伊起動嘅時，伊是紅險解有路，就係紅險起，還是楊少講到係咪物件啦？伊個起係啥物？伊是講到我會記成個是講啊過啊吼 ，then 伊實際你應該是無蝦米，伊講誒就是伊連水啊。
冇事，但你講伊度是 start 起動，所以伊唔是成個講成個伊用伊起動來搞你嘛有物件，係你是無意思。唔是，伊是 separate 嘅。特別他真係是按照伊嘅起動嘅，因為我係個嘅朋友，我個朋友是泰國人嘅。伊愛來我人嘅厝啊，應該是伊來我人嘅厝啊 ，sorry， 應該是伊來我人嘅厝啊過啊，伊起動，因為伊成個有垃圾。我知啊 ，OK。伊起動啊過後，伊講伊就記我個朋友啊，就伊講即個你是唔是出來有問題？伊別講伊個人啊。OK。伊就記我個朋友講你厝是唔是有問題？他這陣時，這是伊卡里嘅時講嘅話啦。對。Then 他這陣時我個泰國朋友伊睡一間厝到我哋嘅厝嘅附近。Then 伊當時來讀冊嘅，所以伊是就是唔是講伊大了迄間厝無講真久呢。所以哈利咖喱啊，伊就講你是唔是有問題？但我個朋友嘅朋友伊成個有請哈利阿努曼，你知無？阿努曼是啥物？哈利教神啊，泰國嘅教神，就是你袂使當泰國人嘅頭，若是講伊請哈利人講嚟講。啊，你是講伊是老狗嘅狗啊？哈努曼。對，哈努曼。孫悟空啊，嚇，特別是無上靠最。OK，伊是迄個老狗嘅神啊。對，老狗嘅神，所以伊成個因為泰國嘅歹囝神嘅款，若是講伊有歹囝，伊人會請迄個神斷你嘅身軀，所以人相拍是伊人阿努曼起嘅人，就是伊會起伊嘅身軀。所以你會解拍啊？啥物？OK。對。所以人家他其實我係安迪起咗過後，伊講嘅成個，因為伊我朋友，我個嘅朋友成個有係人講嘛，所以伊 sensitive 嘛，伊講我成個有人來，伊愛 defend 伊家己，所以伊本起阿努曼嘅啫。特別即係迄個上鏡，迄個上地來起伊嘅。我先話是即個卡里咖喱。孫悟空小跑，對，特別無小跑 ，eventually 即個咖喱就 calm down 阿里阿努曼 ，then at the same time，你迄個阿努曼是做啥物物件？伊是啥即叮當山老狗咧，條起條路啊，啥物？我會記伊有講什麼？特別伊上個愛小跑嘅款啊。OK。特別正短時間，即個咖喱阿媽伊就。calm down 即個阿努曼咗過後，伊就講愛解即個囡仔解決伊出來有嘅問題。迄間厝啊，就是有咩問題啊？你講咩話咧？係你卡里曼？唔是卡里阿媽啊？卡里阿媽講咩話？我未記，想講福建話，你會使請伊去咧？所以你明白啦，伊明白。我明白。OK。我會記想嘅是福建話是蝦米話未記啊？confirm 唔是吉林話是 English 啦。OK。So，喺間厝，你講喺間厝本地啱搬入去嘅厝本地。The start 講厝喺你厝係咪本地哦？喺你厝伊人大一站啊過後，有直接即個大波伊困嘅時，你知無？伊困嘅時，伊綁着，就是像講當今我嚟一個 square shape 嘅一個room 啦，我困掉嘅時，我45 degree 啊，伊我綁着有一個查某，你知無？徛掉迄邊 ，then suddenly 記了伊，甲伊講啊，我達到愛掠你命，你知無 ？So 伊咪調車嘅，伊咪車咯，你嘅幾日啊？伊個朋友去 toilet 上嘅時 ，then 伊 toilet 就是有一個 shower space，then 有一個玻璃嘛，玻璃。then 伊上啊過後，伊看到迄個 shower space 啊，有裂，你知無？壁啲玻璃壁嘅，玻璃壁，特別無幾秒呢，知無？迄個玻璃破開了，佢地咪是玻璃嘅了，脆嘅啦嚇。最緊了，所以喺間厝，因為喺你家己阿媽講伊愛解決嘅時啊，喺間厝我本幾部本對起啦，我
只去看啦，很是就是我會記我接去嘅時啊，經處我本有淡薄無爽啊。OK。陣間你在有時你我來處呢吼，這是我來處。我處呢。特別即係如果你是當邊水，伊是水處當邊，係唔是？伊是伊出來人做只鐵多，還是伊個自己水處呢？伊水處加一班泰國朋友。哦 ，OK。所以你嘅了是成日講人成日 student house 嘅款嚟啊。對，伊就一個3層樓嘅厝，then 加了合成到那邊那款。哦 ，OK。then 嗰陣時就是就是我去看伊玻璃真是噴機器啊，就是無閉加了嘅，吹加了嘅。then 我入去迄個厝嘅時啊，你在有時，若是講你感覺到迄個位啊有物件，講你頭本淡薄重啊，你看你就有時啊，所以迄陣時就是即個咖喱阿媽就是去解決咯。then 特別 at that time 哦，即個事解決了過後啦，就是伊解決係安怎啊？伊是個安怎解？就是解去迄間厝啊、念經啊，你看啊，解成個 negotiate，你看啊，我會記。特別係你 massage 你 anti still 是用掉你咖喱誒起條線嘅。OK。伊去解決嘅是伊成個一半，你看一半咖喱一半伊。OK。所以用時伊介紹對話嘅用時嘅時。對。OK，明白。伊是安尼款嘅。特別係你這個事解決了過後，這個咖喱 eventually 伊就後尾慢慢無蝦米來往啊，因為吼，我阿媽相信阿公無 disagree 佢這個咖喱嘅事，變個我因為我阿媽吼，伊是相信有這個做 SB 嘅個人阿公嘅，所以我阿媽就感覺到這個咖喱唔知 pure 無安尼款，呢件事。所以冇100%相信你，所以蠻容易啊。對，but eventually 伊安怎會蠻容易，因為我阿媽就是講就是帶這個咖喱啊，講你愛買去我啦，佢哋個人嘅講，我佢哋 SB 嘅個人嘅講，特別伊嘅 real purpose 就是愛佢哋阿邊嘅個人嘅講嘅阿媽去 test 我這個咖喱。就是這伊是正係是假，你講，所以你後尾冇嚟咖喱嘛？冇來泰國了。所以我 family 都是弟弟哦，我嘛尤其是我嘛都弟拄着安尼款嘅物件 ，case by case 弟弟安尼款。所以我 high school life 啊，大致都是看安尼款。有 drama 咯，咯。這個我冇聽過，你看 so 伊你嘅媽有後尾有帶掉下一間即個阿寶去掉嗰啲 SB 嘅嗰啲人講。特別伊冇 confirm 啊，伊 deny 啊。伊來 deny， 伊來 disagree 講，可能伊唔是pure， 可能伊有淡薄摻掉安尼可能就係。所以變到我阿媽慢慢咧，伊人都無，我媽都無甲伊 contact 啊，安尼款。OK。哇，趣味哦！佢講冇物件講啊，佢有呢，好像笑掉啊，聽下笑掉，你定到會告訴我好。即係我若是講，應該是講到細漢，我都是啊，你 environment 啊，都是真係真正，像是蝦米物件，就是出來啊，蝦米物件破，本世界鬼個人講有關係哦。未怪你出國國啊，你不感覺成個誒，安怎無國口人無講嘅呢係鬼嘅物件誒。對 then of course there's a period of time 我梗like disagree กับ我 family 就是講係咪物件不就是讓無 logical thinking 嘅你應該中就無啦你當今我大漢了啊我看到對 there's a side of beauty 啦hello 少有時講到actually 伊人安尼款無安尼 logic 本好，伊人本嚟，嗰啲是伊人嘅 way to， 去找伊人嘅 security 啊。對。所以我講到本
即係上 psychological 淡薄伊淡薄伊個嘅寄託安尼淡薄，伊會成個幫，到底成個咱未使咱人特人用人嘅頭腦來 control 物件，或是特別幫其他個神啊，還是陽光啊，對。你睇當今，你厝你細細漢到安尼款咧，你細細漢你嘛都只隻呢款嘅。冇人講啊！你看你物件了，就變做你關死去啊！是你驚刺激哦，等到時陣。驚，我驚，就我本有看過，我第一道看過嘅鬼，就是唔是鬼嚟，這裡是我爸嘅媽。哦，你媽啦？你奶媽？我是冇拄過我奶媽嘅，你識無？哦，伊對嚟係鬼，你看對嚟。伊對嚟是 actually。特別我當今我得到想講是唔是我 environment 較支持啦，佢哋 train 我去 recognize 到即係佢，因為當今我冇安尼款嘅感覺啦。你淡薄400嘢都感覺到。400誒款到，特別較陣時我講到較遲到第清楚就是我看到我即係奶媽嘅時陣咯。安怎啊？你看到就是安怎嘅事？所以你唔係都會已經死，你出事已經死啊。OK， 我是就是嗱，我厝兩層樓嘛，是唔是？所以我經你厝嘅時，就是時陣是我一個人住厝。然後我住房間，是唔是？我住房間了，假如間厝無人啊，我等我嘅parents 愛去食物件，所以我到啲等，所以我嘅房間食店啊，我等了愛出去啊。但係實際我坐了，我講。後卡安怎電視機會開去嘅，所以我咪行落去哦。電視機會開去，然後我咪去撳哦。撳了我行落去，我倆 control 撳啊，我倆 control 撳嘅時啊，我頭按款轉 left， 我感覺到安怎電門嚟一開掉就電門開。你 get 啊？你個口係 get 開掉。我口 get 開掉，我講安怎？開掉下你 gate，所以我能夠再去撳下你gate 咯，撳下你 gate 了過後，我行到對去2樓嘛，是唔是？所以我行到對去嘅時，半站嘅時，我看落去1樓嘅時，我是看到我嘅 kitchen 嘅，你知無？但我嘅 kitchen 有兩站，就是kitchen 咧後尾個下你洗衫機嘅位嘛，所以下你 kitchen 洗衫機嘅位。嗰時我看到嗰個洗衫機嘅位啊，伊個火是開嘅。然後陣時我看過去嘅時啊，因為一間這邊是暗嘅嘛，這邊是開嘅嘛。所以成時講有人行過，你是唔是有看到影？所以我看過去嘅時啊，都是有一個人行過，有一個安迪行過白。對。特別你看到嘅時是步嘅家，還是明明成個一個人咧？真緊 like really like one millisecond 哦，飄過嚟。然上個飄過嘅，特別伊唔是伊我是有我應該是看到伊一層成個滿嘅款嘅哦，所以我講我當部驚嘛，都冚咩？這是早起時啊，這是早起時。不阿妹，我係電嗰時，所以我咪走出去啊，佢我甲我老爸講，我講你包到厝啦。伊帶我去出去食物件。伊兩個外口等我食物件。OK。我後尾倆鎖匙走出去啊，走出去佢我拄到我嘅爸時，我講你媽啊，是唔是安尼款嘅海安款嘅時候？然伊是唔是屬於成個白色嘅膜安尼款嘅？特別你 immediately 就風險就很時就想到你媽了。因為我看到伊嘅頭毛是老人嘅，即係老人嘅髒嘅頭毛。哦，一百一粒3個人呢。哦，所以你 already instinct 到係咁時候就講有可能是你媽了。對，我講是唔是你嘅媽？你媽是唔是？你講係係，你屬下情係你媽嘅。伊講是啊，我講我看到你媽，我就教我老爸講，我老爸講。出來人真一人看過，我就是伊嘛。但到本是安尼款嘅 form 出現，就是白衫加毛安尼款。是娘呀嗬？伊老人對有淡薄
香港用嘢看那古早老人情，就在情魔安尼看。所以迄个是我頭時到講到真 clearly 看到幾個。特別你rasa驚啦，你無想講 rasa 驚。哦。驚啦，啊就是驚啦。你驚是你都唔捌看過咧，可能form 咧紅險看到咧是特別對嘅，特別你心裏面紅險都會想到是你媽了。我有想到，因為我講到真搞嘅時候是，因為elite 我 from 電視機加去電門加elite 我看到伊咧，對吧？OK，即係規個 sequence 啊，感覺就是快搞本咯。哦，意思係就 focus，唔只行啦，把往時你那時間紅險看到你媽叫佢，可能有陣把招花，特別你看一行物件做，你變做成個路上掉。哦，對。哇，好了，你媽捌大嘅一間厝喲？無大過，我嘅媽我無看過伊本嘅，而且早都過身嘅。OK， 哇，奇怪。好了，哇！我想講半點鐘嘅啦，即係毛菇，但毛菇睇我節目都對有毛菇，個感謝，即係講嘅即係幾嘢。如果時候我諗實是應該有，但是講你細漢個大漢點有接觸到出來人啊，可能講每人講，佢物件應該是真濟，可能物件。真濟。毛菇，毛菇冇去啊，加樓落去啊，我冇走去得落去，我未必去別人講啊嗬，先毛菇走去啊喎。我走啲嚟去，我去看這裡下面嘛，看跑下面。哦，等陣我俾介紹。未講啦。嚇，你未講下？亂了，亂了。嚇，當 OK，當你講。我聽，我嚟聽咧。誒，但係時嗬，冇我咪介紹即係住阿玲嘅小弟。阿玲嘅小弟，頭早是阿玲嘅小弟嚟啊？冇大媽講嘅。冇大媽講是冇大行。阿玲嘅小弟是學佢驚嚟出聲者講話頭一擺嚟嘛。Hello。學佢驚是阿玲嘅小弟咯，頭一擺嚟喎，你估我就在路人哋年啊，我將頭一擺係咪行吹到嚟？唔使啊，使把行。冇大行吹到嚟啊！冇大行吹到嚟，係咪行吹掉行險？你個叫女啊？我把龍嘅買個。阿龍佢呢位，阿龍個掉，阿龍聽過，阿龍，伊咪開掉喎，特別冇聲喎。伊mute掉嘛，我看伊mute掉。特別到啲 clubhouse 咪開掉喎。我較濟麥開，特別volume是冚嘅嘛。我想寄伊電話去，係咧，嗱冇困起啊，OK，唔緊嚟，所以你幾個數？你處冇幾個？即係人看者，人買嚟除話唔得，不講。你是咩事吧啦？你陪教，I think 我你特別阿三拉沙個歡迎阿三拉沙個特別定起啊！阿三拉沙是定起。因為撞呢度冇叫先走卡佢剛剛啊。然後你會開啊？我拉沙啊！特別我拉沙我已經知啊！我咪每日講按照聽特別我每日OK，我每日你是你個介紹你聽邊啲學嘅是你。攏嘛在阿玲咯，邊個學見阿玲，即是伊個小弟啦。所以你到底聽到是你高聲聽，叫你聽啥物？按照把條邊個學見？我成聽，我叫佢聽。啊，這樣我就是就點每日是這樣，你看，像特別變做迄個啊，迄個條介紹嘅人啊，聽較濟過迄個無，啊是唔是講無聽啦，伊較活動嘅起來講，像你個嘛是起來講，佢較濟過你講。你是通過阿龍把條在條邊個學見了？唔是喎，特別我聽隻歌啊，我第一年頭幾唔知幾出了個。即係你立場加達布魯嘅事，山湖嘅事。山湖對。哦，所以頭咯，山湖是頭一批啊。對，先個我聽第一集是謝巴士去記哦。哦，這把是老師啊！唔知抓好隻。
是老师，我去养俾甲你講。都你我未講憲法呀，未講憲法，未講憲法，憲法這點講，都巴是他們巴上面絕對冇字啊嘛，都字字嘛。我講個真正佢咁樣笑未出啦，邊人唔是講真正這巴是嘛，來去嘛是佢嚟講事。黏嘟嘟啊，嘟巴，椰嘟巴，後面是嘟巴，叫椰嘟巴。個嘢都 master 掉。有同你講話，真係除咗佢，因為嗰時我試過讀冊過隻股啊，嘥幾年啊，係咪？都你特別講乜啊？嚇，應該是啊，對，特別講。我是 actually 搞兩關係，我係一個朋友。呢段困起嘛，所以你實講係咪叫咩實講？不。差不多關係咧，伊是我人兩人嘅朋友，特別伊個朋友是甲阿龍真正親朋友啊。哦，你是把阿龍是做工吧，還是讀冊吧？讀冊張玲。哦，張玲。張嘟啊，張嘟。OK，所以如果上年後，甲阿龍上年後。對。嚇了。在 MSN Messenger， 在 Microsoft 嘅。我人兩人嘅一個朋友有聽到，我 podcast 你聽嘅時，你面頂嘅 status 是下了一放。哦 ，listening to me audio 放了下面嘛，嚇對。哦，我聽到我 podcast，我咪彈入去咯，然後start 聽。哦 ，OK， 哇，這個是，對唔對？我上我唔知，特別本就係物件本唔知。แล้ว你聽到แล้ว是，你還是到底邊度還是到底英國啊？美國啊？美國啊，是應該是大條 Davis California。OK。哦，แล้ว是แล้วอันจะ叫你過聽？你過我巴都佢那刀啊，你都話唔巴都嘅。哦 ，because 到美國是。是啊。我睇就是對邊個都人。我對邊個都會冇咁嘅點聲冇聲，我成日唔捌到佢上點聲對。來裝備方面，即係學幾件。咱每看我哋都啊，咱有學幾件，有人捌叫學幾件過啊？我哋都，我哋都對下。這名我是叫阿莊河咯，佢叫我幾件講，冇人叫你學幾咩？就是我講 confirm 就係教我係即我嘅 auditor 特別 auditor 冇地嘅話 auditor 冇聲是伊個 connection 唔好事上面，咁啦，有呢，伊成日有地個特別伊個麥講我成日冇聲，有啊，未必走去啊，未必困去啊 ，because 我講話嗱嚟啊，auditor 都會聽到啊。未必未聽到人噶啦，未必未聽到人 ，because 我係看到伊個麥個出聲特別，未必伊冇可能困喺人講招。一定nin家邊個是唔是？對，伊就啲ninja，伊變做ninja走去啊！我真係點樣？我真係未開始查亂就亂。了 ，OK，唔要緊，我是實，那應該是冇啦，你估係 reset 了，maybe 係即個我幾件。學幾件咯，แล้วเราบัดตัวก็เป็นนักแข่งปาเลลังเราเนี่ยจะได้ออกกี่件สังกัดปาเลเราสมมติเราออดี้กินบัดเนี่ยนะส่วนเราบัดตัวก็ปาเลเป็นนักแข่งเนี่ยโอ้แล้วเราทำนี่ก็จะขี่เป็นนักแข่งใน gathering 係咪啊？特別อาจจะขี่ว่าตัว這邊對哪一時呢？對我個門冇ตัว邊嚟啊！係啦，當然冇啦，特別要對ขี่嘛。只行咪，我計門只少上點上對去。哦，成個玩呢，我只少舊位高上對乜嘢 ？OK，嚟。But 差冇人講話 last weekend。嚇，到底 clubhouse 時候，伊哋講，伊嚟 weekend 上班，伊嚟 join 上班。伊講伊想未跳，伊係講邊啲學嘅畫面咪梅話係咪物件咯？แล้ว我到底伊嘅 Instagram 咪看到伊攞隻菇嘛，所以我叫伊學幾件。我有3隻。
哦，三隻哦，OK， 你使，咱個使叫三隻龜，還是烏龜囝？是咁啊，七隻狗呢嚇，阿南西我朋友，七隻狗，你存一隻呢？特別本就叫七隻。我頂年有5隻，哦3隻。哦，即係叫你烏龜囝就是隻啱咩？我學名隻啱咩？只客你只人 ，OK， 來南西，如果咪先你鬼告訴講哦。冇咯，我實際咩事唔知係命對來咯，我啲招卡邊個煮掉嘅時就看到。哎呀，嗰時就係外人說一期我厝咯。八呀，阿妹妹，唔知我唔知命來喎，就是看到惡食嘅咯。大波冇？冇本，我本看冇，是惡食。我都唔知，你是看到最惡影看入來呢。惡影看背住期咧，我想講，你話想講我係驚，我想講有人看走入去啦，因為我是徛喺一個招卡嗰邊夾嘛，咧招卡嗰邊招卡呢，招卡嗰邊夾，呢邊夾邊啊有一個妹是通去學考嘅。會通去我八條嗰邊㗎，所以我看到伊是就是迄個妹，了入去我聽，特別我聽甲真正阿妹就是我嘅招開掠到 N 啦，了我係掠到 N 是妹咯，我是徛一邊啊啦，一妹就是掠到 N 我正甲咯，了伊是啲妹邊甲接來了，伊就入去聽了，所以我看到伊是已經是。看到烏影自己看好呢。我到底你厝裏面呢？對，就係了。迄時間啊，我驚啲厝呢係。早起啊個，30暝。下晡你看，下晡30暝。下晡我煮掉嘛。特別冇啦，沙成個講冇好嘅感覺，係咪冇啦？是。冇啦，我頭先是想到，我頭先想講，我驚走到對，可能一出來個接到對去嗰時係咪啦？你我咪講我想唔知我做咩，我唔知做咩我會拍一個解講 hello 喎。特別我腦是在我驚，我腦是講我腦裏邊想是我驚，特別我嘴吼 hello， 你看到我講你講，你講 hello 了，了想特別佢唔知是做人嚟，了想我無必想，我會驚。因為無聽到較妹，因為是愛通過愛入去我大廳吼，佫有一個玻璃門嘅，我較濟是看玻璃門嘅，是我啲因為我驚迄個外口嘅講是流出去嘛，因為我聽是開開講嘅，走巷較濟甲咪係走巷咪係熱嘛，了佫行對去聽看，我行對行去邊甲看一下咯，我聽是一人本無，了我驚是佇樓頂嘅。即係驚是啲樓頂冇落過來啦，所以我咪落過來頭仔，因為冇落過來過。就做咩？應該啦，有人來啦，我唔知是係咪啦。可能是家己人，家己人咯。嚟個都拜年，嚟個我人食30暝嗬，食飯。有可能是 family members 你想法是撞對咯，我本有想到是 family members 有想到啦。你懷疑是撞咯？了嘅糯米車幾嘅事啊？我困嗬，我車了誒，我是車了誒，特別我未困。車了變來變去嗬，了一下嗬，我學一粒枕頭背過來掂我。咁咪背過來掂你個枕頭，甚至掂，我用枕頭來掂我。你困了一半是？迄個枕頭嗰是幾粒白色嘅。唔是你硬掂你啊？唔是，都無人。我去看無人，無咯，無人叮當啊，咁樣無。這是斜熱啊？咩？你個都快食本嘅款是？應該是3節整。你講咯，3節整嘅數。你新疆本是有幾個啊？嗱，即係個這對來添啊，我覺得相似啊。有影是一直頭掂落我，因為你知我講過啊嘛，我是
冚條魚啊困嘅嘛，哈，咧我手嗰時字條我睇你冚條魚啊，就是我有魚喺邊個時有一尖頭本啊，咧我過嚟手就 feel 到一個尖頭掂落我嘅手，闊落去闊落，真真會嘅，因為迄個尖頭你 feel 到一陣真會撥落來，攞時真會掂過來，迄種嘅感覺啦。咧我個人就跳起來咯，你看，這條是尖頭嚟喎，後面轉呢我去看我邊啊嘅，冇啊，困掉個，冇叮當。你我這裡我目睭是向條我紅嘅，你知哦，伊冇叮當條，我目睭是看到我紅個嘅，我是非常我紅嘅，因為我困一邊嘛，我耳啊冚住咩，特別是，都是倒手，我是正手爾嘅嘛。是一粒尖頭我活過來，我過人，我冇跳啦，我是下面嘅嚟，準備拔刀落嚟。然後我看下，準備這尖頭啲我係成骨頂面去啊去。你看到咯，是這禮拜啦。你拜拖字？這幾節花，拖未咧嚇，拖字。拖字啦。拖字未啦，興嘅咯，齋我講過咪拖了嘅。咪你學我掉落課呢？落課嗰時安慰講我都八課呢，唔係啦。OK。佢哋冇多仔。嗱即係我大行，佢上學嗰資料，如果咱看大時人講，佢佢哋上條路四行，住，波劍啲 ，OK 波劍，得波劍啲，咱到啲 clubhouse 下面講話是，อันนั้นลูกกองว่าสิบ่ชุดได้จะ ring 嘅เหรอ有啦，只錢啊，something like that。未睇到，其實你講。Great，你講啊，教我大行講。我聽住。你講 continue 講啊，我被幫住，特別我聽到你嘅，我 mute 掉我聽到 speaker。咋佢那禮拜嘅事？如果說我這幫有看下你戲啊，叫 The Chosen 咋 ，The Chosen 是 about 耶穌嘅啦嚇。我教我係硬講一個數咋，我講有一個先啊，真正 powerful 嘅事啊。我講你耶穌就講伊有一個先講係叫查某啊，伊來過經12年啊，就12年就係咪嗰當耶穌嘅生嘅時啊，然後到係你伊先伊做啊，耶穌是點啊？就講伊拉出去啊，伊就講咧。collapse 嚟就係拔刀嚟㗎，所以以前又爆款嘛嗬。有時我講嘅事啊，係你而來是講 who touch me 啦，伊就講係 collapse 嚟事嘅，伊講 who touch me 嘅事啊，有時有一個物件，幫我人這邊咯，我人這 Kim 啊，這邊 Kim 啊，我係邊咯嚟㗎。只夾流落嚟就，特別我啱啱聽到有物件夾流落嚟，特別我人去看時，都冇物件，真係奇怪。特別我看到像一個我食真係細行嘅夾流落嚟，弄掉你變落砍掉啊！一做成只大聲誒，唔知啦。有陣時我啱去看，我冇去看，特別冇半行啊，都唔知。有陣時。嗰陣咩事？我家己跳出了嘅是跳出了是廢了我係想啊，我嚟大型地俾看到你變咯啊！我看到有時個 again 佢哋細嚟物件，細嚟細隻物件，時個伊看起像別好嘅事。安尼細隻呢？佢伊是想講囡仔呢？伊是想冇，伊時個一個行。真係細㗎咋，成個落一擺還就落嚟啦，就你愛起愛落，特別一隻鏡啊，就咁，就別播播啊，別起啊，哦，我看到嗰時我嚟，但就是這裡比較做來嘅，已經，講嘢啊，所以夾落嚟，有時一別起咧，我看到一落隻啦，就你。特別無形嘅，伊時間就嚟蝕咧咋。真係蝕呢？一片啊，一地啊呢。都係看到成個都真係別破蝕，你成個咁薄球面啊，一破嘅是伊嘛一蝕咯，就你是成安尼咧，即係蝕啊。即係我嘛嚟見到咯，見到。即係個一擺，唔知係咪上名還是 another 呢？本是伊
伊只頭邊咧，我度係乾呢，我係矮，我看見只背過安尼，特別背過咧嘅喎，只嘅，哦，嘅是攞三條呢，那嘅差唔多你 waist 較嘅個 waist height 誒係，嚇，嘅，你係是對樹白人有看到 observe 到，冇，就是今日我翁咧有聽到，我甲伊講佢哋故事嘅時啊，你講啲你一年刺激嘅先嘅時啊，你又說好大聲嘅時啊，就是真 boom 一下落喺電腦，我電腦 cover 啊，都係 cover， 你要冚咗你機噻，呢就是我看到呢個物件就係嚟 in 我 periphery 啦，我把手嘅，我冇啲看了，冇看了我翁嘛，呢就是搞落去啊咧 boom 一聲咧，就我翁就奇怪，啊咪話呢度走去看，如果所謂翁嘅夾隻。冇看到我哋鉗啊是鉗，我唔要講。鉗是鉗係咩鉗？哦，拍鉗咪鉗掉，鉗，即是就是我人走去看嘛，佢咪夾樓落嚟，我邊度面呢個冇咩物件，有幾難行咧，特別係你物件嗰度下邊，所以我就奇怪係咩？你係I think around the same week 嘅時，我未困嘅時啊，我有見到嘅嘛，我看目睭，我多啲唔出，特別我有見到。我見到我係計線啊，點樣？你叫嚟做運啊？係咪啊？見到啊，神呢？你成日有寫心無清嘅看啊？你意思？冇咩事，我冇管安尼物件，特別我知伊人是由啲嚟做運啊。如果在厝我有驚，咪我叫我驚嘛。但是我到有見到嘅時候嘛，鬥提講聽啊，所以是。我愛困嘅時啊，甚至呢我目睭冚咧嘛，我看到一個即白嘅物件 from 我 left 我左手邊嘅目睭，我目睭冚咧，一個背到喺頭前啊，安尼唔知係咪 angel 嘅什麼哦 ，so maybe 佢解人剪啦，I don't know，解人剪啊，定係咩 whatever，所以咧，安尼咧。唔是大媽成日大媽係你卡里㗎，你阿咪安德文啊，你咪叫咩阿曼啊，阿咪Hanuman，冇安尼 dramatic，我見聽咯，我見聽你告訴咯，你人講冇人講你告訴，即係你當然 OK 啦，冇個仔確定啦，冇，因為我那時講那時我到厝嗬。我那是到處我會看到那款的物件吼，我唔知人怎，我就稍微驚。我未驚啦，如果說我細漢時就冇驚。我唔捌看過喎，我好像到我就看哈。你好像我看到那款物，我就稍微驚哦。我成日個日咩啲笑那款，所以往時我根本買笑嘢咋。我咁問下，講過啊，有見是買隻，嚇對，買件免件，你係奇怪性嘅啦，你唔是驚性嘅啦。係啦，條本，你係奇怪咧，你 curious 都前期 investigate 成一個嚟自賣雜雜賣，特別，伊是做到 curious 性嘅較濟。做到 curious 吼，你都辦辦，因為學你看到聽到聲聲嘛。嚇，對，但是佢成開聲，但是佢開一嘅一定會開，但會開阿媽走出來情況來。阿妹個，白刀唔夾白刀落來，你水家己開卡嘛？你看咯，你電家己開啊，你奇怪，明明冚咗電嘅嘛，最尾電嗰開到都樣，你小妹辦辦，你就看到惡影咯嚇，你慢慢咧，我買。啊，聽到慢慢，你聽到聲，你看了，你都覺得奇怪，你慢慢驚咯。你阿妹咧，伊無互你看到隔了誒，你家己驚去笑去呢，安尼可能。哎呀，我哋驚到成日看呢，同你講，我哋驚成日。來聽看，係你啊，即係莫達康看過，係咪？佢講一個 before 人走時，莫達康你細漢時個會記係咪物件？你安尼可能啊，冇人講嘅。
我真济几個數都是我媽啦，因為伊身軀真正是真正輕啊，佢講，有早我真驚教我媽出去嘅，因為蝦米事就無，因為有時啊，甲你講話真 casually 嘅事，伊講，我過後啊，伊就問你講，你真奇怪啊，迄邊啊，你人安怎迄個頭我看無啊，款呢 Yeah. But at that moment, 伊無 realize 佢哋是幾個，伊是感覺到，伊是感覺到，伊是頭 reflect 講，伊 observe 看到佢哋面嘅，一直咁講。對。But after a few seconds 啊，伊就講，伊個 realize 就講，伊變到變面啦。就 check 驚啫，就 check 驚，伊講，你我人就知。因為我人聽過啊，我人本無 react 伊個 questions 誒，就是我人成日當做無數，伊無數誒，我嘛有真濟，安尼講是嘅，伊就成日人無頭啊，還是伊就問講啊，你查某啊起笑誒，安尼阿媽個坐到喺車面頂啊，款就無，伊就有安尼款真濟款 reactions 啊。以後你咪是，你出來有兄弟啊姊妹哦？有啊，我有個，哎呀，都是，因為我有兄弟啊姊妹，都是細漢我講到這裡真是真torture誒。有 trauma。係啦，會嚇到本啊，所以特別你嘛無，即你爸咧，你辦咗看法，咗你爸有成講，無插咧，還是對調？我爸吼，伊是對調，特別伊本是相信有鬼嘅款物件，所以話我人嘅厝，你知嘛？蝦米紅光啊，我人地教啊啦，水面啊、紅光啊、起燈啊、解光頭啊，我蝦米，我細細阿哩蝦米道教嘅啊，太什麼三太子啊，阿哩 White Lotus religion 啊，來個了，我去過個了就，河灘啊，個了都是我都是。去對調我嘅爸母款去咯。我人出來有時有物件來嘅時，伊就請人講來啊，阿咪三太子啊，有臭草啊，三太子本有來過啦，真夠臭草。對，乜嘅人講啦，就是我爸就是伊無感覺到啦，特別伊就想講，我媽有問題，the only solution at that time 就是用。呀，就是佢冇人講嘅事事。你兄弟啊姊妹嘅了，有成日講，攞有成日兄弟啊姊妹嘅就人講，驚啊，什麼咧喎？有時有講啦，特別無常講啦。因為都是無去 discuss 講，我媽安怎嘅安尼款，特別我人講到，即係他陣時都是講到，這個是 casual 嘅，所以我人唔係。當今 recently 個有安怎個安尼哦 ？Recently actually 無蝦米了啦，我講到。特別我講到這是真，因為可能我嘛較少年嘅時陣啊，伊真 pressure 啊 stressful 啦。I mean logically 啦，我安尼款想啦，所以變甲伊 from 甲 scientific 嘅 perspective 可能伊有 illusion 啥物意思無？OK。我都最重要就是，若是講你嘅 education background， 若是講你是大下嘅 environment， 內底啊，你會真係believe 嘅物件。我講下你真重要，所以有時我想想，我古早會感覺到有鬼啊是蝦米，可能因為我個大下嘅 environment， so once out of 下嘅 environment， 我無相嘅 exposure 是。我感覺到原來可能是安尼款嘅。OK。你環境無想，所以你袂想。但是有只人講，你想人講看到物件㗎啦，人就想到鬼啊，你唔想到講把物件性，你直頭諗起啲鬼 conclusion 啊。了你成日講你成日講你到底你厝你家己你是做細漢大漢上一間厝。是無想，我細漢是我差不多中學嘅時啊，差不多 form 1 form 2嘅時間，搬到對教我嘅媽大嘅。你 before 你大家你媽，定當時你是大家你媽做得咯？我大我嘅媽咧，我細漢是互人教安尼款啦。I see。佢陣時就是無蝦米啦。
特別教我媽白白大嘅時吼，都有啊，有真濟。你感覺就真正無清，真正濟物件，特擺無會傳。因為我媽成個你解大白白款嘅時陣啊，伊對有伊都係你 reactions 嘛，就是。你一個囡仔，你 suddenly 你大人講，你看到係你阿咪有頭嘅啊，係你無頭啊，呢塊物件，你都是有啲啲有安尼看，有驚到啦。But eventually 可能就是 at that time 我哋講到 OK 啦，就是醫生顧見，伊就是常常拄到安尼塊物件，但伊本身伊上我能覺得個是常常時講可能是有安尼塊物件嘛，是唔是 ？Then所以大家搬厝時候安款。你感覺到成個一驚地煩惱是啥物意思？是啥物？伊安尼濟經驗，是你拄着讀一道是較會記了，較深嘅會記了，較深到啲。深嘅就是淡薄我講下你像個阿媽，像個下你阿你阿媽安款，特別真濟唔是我 directly 看到幾真濟是下你去當。我知佢個驚啊你，因為成個即係細漢嘅時，如果本未怪爸母本嘛成個我人細漢嘅時，伊人感覺我人較 rebellious 時啊，伊做我去看人講嘅，成個伊個解伊個 solution 個了就是去問人講，可能就冇比如係咯，冇乖啊，特別去拜人講嘅，肯定係。即係我有一道是伊從我去看波雕白，係咪嚟？波雕大隻白。這是字白，成日大白講嘅字白，伊小弟。唔是我講，唔是大白講，係你學白啊，學白。大隻白，對。你即係我成個是大普羅嘅，你大隻白啊，伊人起檔嘅是阿妹，伊人起檔嘅是阿妹，伊是波妹是起檔嘅。然後我叫我去嘅客經，伊人講真成嘅啦，然伊。阿妹就是伊起檔嘅是無火，你知無？伊人講，伊表就是敢若有迄個 neon light 啊，藍火嘅款，你知無？有嗰個刺激。then 你過伊嘅人講廟嘅時啊，有因為大隻阿伯頭前最個就是迄個五鬼到啲個嘅嘛。So there's like a man-made bridge that you have to go across the memory， 就是like 真 immersive 你就係 experience。成個去 Disneyland 嘅款嚟。我第一記就是阿你人講那是你人講起檔啊過後吼，因為有時大隻阿伯起檔嘅時，伊會叫係你成個烏粉嗰陣時。哦喲。So 伊度教我第二記佢教我講，若是講啊，你無聽我嚟講啊，你度在暗暝，你會看到我。這是哈嚕，這是 totally psychological 哈嚕。這是 psychological 啊。So 你都好多哈有這 double therapy or future therapy session。So 我真係愛看咖喱，愛看起檔嘅，愛看嘅 interaction。你叫我大漢了，我覺得quite interesting 嘅。其實你其實看係開本好，你別成日講成個，你係點解節目咧？會看係開，還是成個然後嚇到成個破打係點樣咧？伊無，我應該破打嘅是我啦，有淡薄，因為我係個伊是加 rebellious。都是伊嘅性格，都是加惡嘅，所以伊就是無插。Then 因為我買啲 series 係啲 period of time 嘅時，我係個無多無多處啊，無多處，所以我多處，所以 like 我有 experience。所以你 damage 你自己是你啦，係影響到嘅是你自己啦，有影響到。OK，毛毛菇對嚟啊！毛毛菇，但係你講一半對去，你是去拜人講下，你去拜天講下，毛毛菇。係啦，拜人講啦，放炮啦。冇啦，你有拜哦。有啦，有拜。你拜了，當拜對嚟啦。拜了對嚟啊，拜了對。嗱，before 咱冚大，你嗰邊播槍就咩哦？嗰下面叫你冇講了喲，是講起啊。拜啦，拜你拜先啊，你拜先 accumulate 先啦。誒，佢捐啊，你啦嚇，佢先。OK，好啦，就佢這邊個最要播槍會講一個，
啊，是佢嗰種會播槍哦，冇啊。OK，人講個最成日啦嚇，แล้ว感謝大家今日講冇講 ，just 特別講 OK，特別人講 OK，好冇กู講啊，20分鐘8點鐘就笑打，但係講一點半鐘，佢哋如果唔再講佢哋冇大行嘅字，個數教我講嘅原來，感謝各位聽眾啊，講個一邊聲，禮拜兩個嚟再見佢，希望大家未看到鬼，特別看到是。咁樣起來夾邊咧？聽講講鬼嘅故事，往時都看到不好，冇看到不好就冇看到是平安咯，有看到起來講邊嚟福建。actually 我應該介紹下你邊頂啊看到鬼嘅位啊，叫邊頂福建嘅聽眾啊，去嗰邊吹看 experience 看。有啊啦，但我驚，我真驚見字啊了。你街講頭嘅會這樣子啊邊？嘿，女仔啦，女仔，把他們出嚟離線嚕。誒，把啲佢啲是對啊，你教我講話，記得你街講頭得一個，佢教我講啫。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兩個嚟再見，一邊講一邊成啦，感謝拜。等陣我估一下成琴聲，未記哦，佢估一下琴了，安怎我安怎琴下我未記啊，我嚟下一邊，拜。頂一禮拜，若是無看 episode YouTube 嘅人，就這邊會訂，แล้ว這邊訂看訂聽，แล้ว個有個人寫者啊嗬，แล้ว佢介紹人聽鬼故事啦，什麼微笑鬼，這鬼都即係講鬼故事人，咁樣坐起來變得好勁，佢講，แล้ว我當然咩嗬，OK，講正式唔係講數字，可能未好了，拜，安怎 stop 啊？